听朋友，大家好，下晝3點半了，歡迎大家準時收看福氣落嚟，我係劉慧君哈。今日來到了8月的好空間來報道，同大家共下來關心到了空間嘅話題。了解呢老師講到5月咩嗬？你5月好空間來報道，同所有觀眾朋友共下來關心到嘅係阿美莎新鮮流嘅了解空間。同了解上個禮拜同大家講到嘅係了解外菜嘅了解保養。除了外菜以外啊，生活當中啊，一定重要嘅，是講見到阿美莎都會講啊，就到了講中年身體嘅代謝能力較慢咧，啊是像人講嘅啊，吸空氣咪會太強，佢按用選來改善安尼嘅情形咧，還有了解經驗期啊，吼。用吸嘅，就是在要維持好嘅氣色。你講到是啦，當然是來像阿鳳來老大家來講到咧，然後你下實實日日來歡迎你阿鳳，阿鳳你好，慧君好，你鄉親朋友大家好，我學嘅這個學嘅阿美莎，阿美莎就係你講做阿妹嘅囡啦，吼，所以阿美莎，吼記得講真緊嘅就動到啲可能到了個中年過後啊，吼可能大家到了個食啊，個食物嘅東西佢可能。動啊就會太巧啦，可以講開車各方面，所以變到動慢。有時間我上阿鳳先攞大家來講下，你講到呢個食嗬，呢個食東西啊，嗬，起碼都會太巧。喺咪講開車慢以外，你沒有呢個身體會有得變化，有很多嘅呢鏡頭係嘛鏡頭。係，其實嗬，你人嗬就差唔多超過40歲以後嗬，咁半樣人來講嗬，嘅荷爾蒙會減嗬，咁荷爾蒙減下去嗬，當到問題會走出來嗬，比如講木柱含環境，可以講老化，所以講呢個嘛個木管啊、木柱木嘅話題，夏天以後是講奇怪，讓人太巧，是因為係跟埋食物因啊，荷爾蒙減低以後，減少以後嗬，安尼代謝率會降低，所以因是人個代謝唔出去嗬，是會講太巧。太巧之外，因為特別就女性荷爾蒙保護身體嗬，比如講嗬，安尼有的因是還會講本來冇心臟病嘅，嗬，你也冇心臟病，還會血脂嗬，見到貴性貴都係，嗬，按血管啲位還會血脂，嗬，就你講嗬，安尼特別冇糖尿病因，嗬，因為講嗬，歲數到了之後，嗬，糖尿病慢慢咪走出來，嗬，韓國嘅時候有啲骨頭嗬，還會胖，骨頭會胖嘅問題，動因是有，係，因為特別有跟應講女性荷爾蒙嘅關係，嗬，對人身體有個保護因子嘛，嗬，本來唔會就係平。因為你人過40歲以後，跟荷爾蒙減下去吼，貴下平是走出來，哦，你講過40歲吼，男人到半樣人其實健康是強壯，特別吼半樣是因為放射因嘛吼，所以你吼該老祖宗是講天體對半樣人吼是下貼嘅嘛，下上色啦吼，上色是講半樣人下唔會動到平吼，因為荷爾蒙嘅關係，因為你啊過40歲唔是強射因以後吼，貴下身體那個男人強壯。人個有嘅問題，貴係咪走出來咧？所以半樣嘢差唔多過40歲之後，荷爾蒙減低之後，嗬，個身體嘅鏡頭哦，漸漸嗬，是動到嘅問題全部出來，有問題出來嘅時間，你時候講想辦法好好咧保養，講之前都做好咧保養哦，比講你鏡頭全部出來過後，整個我來治療你都講漸漸嘅保養會好啲。紅茶咧，是跟你講預防係重要，是講你超過40歲哈，半樣其實冇講嗬，放射線哈，特別係上司講，哎喲，交男朋友哈，唔敢說，叫人哈，婚姻之後哈，強推太巧，強推太好，有個太巧，係，啊要講反正哈，唔是少講哈，冇意外放射線，使到啊貴性配足哈，其實按當唔好，我講。尤其客家婦女吼，當輕儉吼，冇下純粹吼，貴下扛到啲七家都市都變相，當到客家半樣意思，老七家都市做變相吼，結果這些的太巧，這些太巧，上班下講到了解講特產啊，吼，春下來嘅了都可能東西哦，真緊嘅咧吼，會飲暖哦，暖過陣過哪來食，哎喲，講真緊嘅，家家應用咪冇睇咧吼，食落都過後，真緊對人身體嘅空氣咪唔好。佢這樣講，客家人好半樣意思講嚇，該近排收穩厝該下有冇？該財是出現在前啦，偏睇打爽，那個食得好咧。所以我當到之前我講咗時候吧嚇，佢當到糖尿病啊嘛，嘅半樣人嗬，你客家半樣人嗬，糖尿病差唔多是50歲人開始有糖尿病。
俺前摆含家就讲哦，儿童药品嘅菌咧，那莫想到吼，咁只是讲妈含伊该纯粹吼，过下是都是都，干妈讲。我是吼这样打怂的时候，我都读书都变小，变都本音嘛，吼。我本来师傅都按你家庭好像吼打怂东西上色啦，莫来看下风啊，下风嘿，变到身体是白体去，所以他讲希望吼，按你好向亲朋友讲，按你走整吼，等fois他就纯粹吼，记得老去实体，就是相信做爱人吼当食子吼，想主动多吹，结果莫实体，降低到是饱，降低到吼就你好事的就讲。讲把好事就是强，有冇是多？系啊，相信爱主动多吹，冇是的吼，起个就不爱，过来是都都是都，结果吼，爱来身体唔好吼，安尼自然吼又责任，所以啊吼，安尼就系做到的时候，不管用半天咯，安尼一只家庭吼，搭出安时几多吼，安尼量了一好了，你下摆假使啦吼，是冇睇行一摆，安尼怎么做安到？敏感，感到。每下咧，可能大家想我冇事是冇咧，不三帮来事。冇事讲吼，就都吹冇，那等就春吼，切对吼是贵下这种一细胞会变成浪动，吼，到时间摆到礼拜吼是贵下那咧煮吼，煮到尾含面生，人哋过来停，大家强下去机，强下生面咧，也是因为要按到的两个问题出来，因为重新应讲系身体嘅负担嘅，吼，好，一啲头先就讲到两个应讲中年过后啊，吼，一啲嘅荷尔蒙各方面啊，吼，你变少咧，身体嘅两问题就出来咧，咁讲已就讲咧，吼，一啲嘅两个东方人啊，就冲头应讲有时两个讲头呢，两个。有人重新是冇按到哦，有啲百度嘅了解講到骨頭旁嘅問題重新冇按嚴重下。係，慢慢講咧，咁未經驗好選肉啦，嗬，經肉系統重啦，嗬，比如講嗬，其實台灣人嗬，東方人未冇按好選肉，嗬，對骨頭旁嗬，其實都是講嗬，肉食強度嗬，下不順，嗬，還有咧是講按好是網頭，因為網頭啲咪要大豆異黃酮，呢項東西嗬，咪本按骨頭下冇按拍，嗬。當到原因，其實按東風什麼因吼，其實骨頭胖冇咁厲害，個咧是講按你皮膚吼係冇礙，吼因為拍皮膚嘅因吼下曬唔會污，下曬污嘅因吼下會曬污嘅因其實下唔會骨頭胖，唔同嘅非洲因吼一曬是污糟糟，叫做什麼咧？骨頭胖問題，骨頭胖問題係。因為講3年頭就做得到26度嘅那個維生素呀，係兩道東西做得專門做 ND 嘅改質，對改質嚇，又會會變維他命 D 嚇，維他命 D 嚇，其實會幫你改質嚟吸收下好。係好，所以講到啊，好兩個 ND 體質係講嚴重嘅關係，天然係 ND 食嘅東西啦，嚇。咁網頭啲內都要按到嘅兩個講大豆異黃酮，係兩個大豆異黃酮，佢上來佢係乜東西咯，嚇？其實是講網頭啲嘅植化素哈，是一種東西，然後大豆異黃酮對按本樣嘅身體啲白度會變什麼嘢荷爾蒙，哈。有啲人講更年期嘅本樣人吼，上次有啲更年期嘅前頭，有人講吼，上次會過身發瘋啦，吼，還有上次會講吼，頭腦輕啦，吼，或是脾氣冇好啊，會講失眠啊，睡眠唔聽吼，家下有人講哦，你是該配大豆異黃酮對身體可能有幫助，吼，其實吼意思講大豆異黃酮，還有人講做得唔會講心肝啊，人講心血管疾病即係講大，吼，其實係唔會本有抗豆，哈，它有的抗氧化效果，是講大豆異黃酮其實有啲好處。不過呢項東西是講吼，最近有研究是講吼，啲血糖度下去會爆癌了，會爆解到什麼荷爾蒙有關嘅癌症，比如講吼內癌，哈，還有講子宮嘅癌，哈，跟卵巢嘅癌，肌瘤哈，有的係講個子宮是合配合肥厚哈。其實呢項東西是講吼，盡量愛開發是講。盡量莫是該我俾買一罐罐東西下好啦，莫是講你是該一罐罐，你是可能莫講特你食啦，吼，你從你食一日天一日食一天一日下按錢，因為你啊吼最近啊可能當到研究是講吼，呢種東西是到吼對身體其實唔係講好嘅事情，不過你點天然的食物當講天然的食物中間咪當到大豆異黃酮，所以你是講假是講保養身體吼，鄉親朋友做得到現在是天然的還是兩個？你講控甜食品咯，吼，你當然是冇辦法嘅時節，我是兩個控甜食品，是撳你來食，也係講建議食一擺就好咧，吼，冇建議來食，假是做得
你就来是那个天然食物地位都有的就做得嘞。还有的哈，妇产科医生是讲，像那大豆异黄酮是讲，你差不多是颜色天体，不紧呢，紧讲啊三年食，因为其实有研究是讲三年食对身体电动模糊哈。其实我建议讲哈，像大豆异黄酮哈，像黄豆地位冻豆哈，木头没有冻豆哈，木头啊，黄豆，还有毛豆地位冻豆，你不就是个天然的食物哈？有冻豆研究就讲，老人讲哈，但是个天然食物中间哈，既有大豆异黄酮。不过，身体吸收是没讲过还是吸收体，等身体就拉开下是吸收蛮多，吼。不过伊是个吼健康食品下去吼，既个大豆异黄酮要紧吸收，甚至会过量的问题会走出来。过量过后来讲就是头先按提到的啦，吼，会引起按到嘅了解，应讲妇婴家嘅了解问题，吼，了前头会出来头先讲到嘅，子宫肌瘤啦、卵巢啊，还个凝癌了按到的问题，不过两还是问到一桩问题。嘅南部人他记得假使是听到了的时间，用凝癌唔係單講係講不用研究啊。男人未係，其實男人就等於持續研究講，男人等時你一強度下去是不像什麼研究呢？不用嘢先走出來其實有人講係咩講呢個東西是強度下去有的男人是會變緊咁樣講，應講誒，你咁樣講生育力降低，就是嘅咪精蟲的活動力會變大，冇強勢，就是講冇嘅可能嘅冇法度不用因吼，不該不用因是係。所以講到呢個大豆異黃酮來講是講不用因來補充不過假使講來補充來講，你還有按到嘅康健食品，其實講佢有呢個成分咩你安尼補充嘅時間，你鄉親朋友所記得咯阿鳳你下講到嘅。假使做得到了解天然嘅了解食物地位度來是頭先講到黃豆、木頭、毛豆了解應該了解毛豆了地位度都有啦，當然還有凍豆嘅了解食物地位度，加減只有，你來看下，用來補充，用是一定好咧也都部分用來老鄉親朋友來講到咧好，我除咗了解大豆異黃酮以外啦，其實還有凍豆其他了解康健食品啦，啲鄉親朋友呢豆順意來。了到食品有新嘅豆呢，像講你講你下月見草油，但月見草，你咪重新凍好嘅食物呢？其實月見草油最近是應是凍到該好快凍到是研究出來，因為佢啲咪最主要佢有該咪伽馬亞麻油酸啦，你認為該關係你是講你是月見草油可能對該有講有人講該薑該下有冇用薑之前就等於嗰些咪鹹水啊、乾菇啊，其實講做得本該你薑之前嘅金錢症候群嘅指頭還蠻厲害就等於是講你更剛剛起嘅指頭就幫助，有人講沒冇幫助啦還有人講會講但係你血還唔會咁樣講血管還唔會切到。你一句下，因為呢啲咪要必須脂肪酸嚟關係啦。不過有人講又好咪冇，有人講又好，有人講冇好，還有人講有人好上街下咁樣講青春痘，不長樹，不長秋，有人講食了就有幫助其實呢個東西講好好壞壞是呢項東西有人講又好，有人講冇好太提嚟講食到對身體好好壞壞冇講凍到所以是也個有各方面冇強容嘅了意見，其實咪還有當到相關人講嘅醫學嘅了解研究報告，啲鄉親朋友多來參考，還有自己話啲了解自用愛下，講到平均的話身體是會康健，啲鄉親朋友因為來講到啲主題是康健食品，韓國啲都了解中研究還有身體自然嘅了解，應用分有內豆假使講你自家屋下面有凍到嘅了豆，講保健食品。上來係內豆你吃到係愛心甜甜的，也係講要衣服我來門阿鳳全部做得都加下啲家庭法都協唱來先到兩位來聊下。好了，
來鄉親朋友喺廣告後啊，轉到福氣來嚟節目嘅現場啦嗬。今日係8月號孔憲來報道嘅單元，同俺所有鄉親朋友向下來關心到嘅是呢個孔憲食品嗬，有按多嘅啲營養素。唔啲講鄉親朋友你自家屋企係咪有當多種啊無相關嘅呢個孔憲食品？唔過呢個孔憲食品按樣選食，韓國呢食過了後啊，嗬，為咗乜嘅樣嘅人講到。反應嘛，嗬，呢度嗱講鄉親朋友啊，有上過阿兩門嚇 Andy 啊現場嘅來賓阿芳啊，昨天打電話到現場來咯，啊上呢下頭先 Andy 啊到了之前咧講到嘅是大概 Andy 月見草油咪嗬，好，昨天咧應講到呢一啲報道有隻近期症候群，哦近期症候群就講到呢是嗬，你講話以前啦，過性鹹水啦，乾枯係，呢實際用嘅山咧嗬，都當然講我啱冇時兩個做的是靠劇烈，其實嗬，靠劇烈好冇？咁唔好講當好，因為佢跟巧克力佢最主要好食一啲啲嘅嗬，一當到湯就會好食。係，那巧克力佢就抗氧化成分當多嚇，有種意思講，呢度都是本血管咁樣講，首先學本啲血學係唔會凝集，因為抗氧化成分係多嚇，所以上次食下伊佢係唔係講就按好嚟，其實係陣問題嚇。啊，最主要是講嚇，就等於講嘅月經嘅係有人講會肚臍會痛啦嚇，尤其嘅個子宮收縮會痛解下，因為哈巧克力啲本都有鎂，哈，你睇鎂東西哈，原本個平滑肌係唔會收縮哈，所以對個要講月經個會痛，其實有幫助哈。不過上次因為巧克力是強度個卡路里強度咪會太高，還有最主要嘅啲本成分本去含滿個點樣講含滿個凝結，其實係蠻好，其實係陣問題啦哈。做得是你是講適量時候啦，係。那咁講吼，像個月經個還有經前症候群吼，最主要有幾項東西要特別注意，莫是強鹹。哦，就你講，你建議是莫是強鹹。太啲都講吼，千歲月經過咗2禮拜之後吼，因開始有鹹水，而鹹水個下是莫是太鹹嘅東西，因為鹹嘅東西會本來水走唔出去吼，會濁下那厲害吼。啊，等於吼，前段時淡吼，是莫過性鹹，你是莫乾枯吼。其實體重要是染莫閃豆吼，平衡是個天然利尿劑，比如講天然利尿劑係嘛東西？是蘆筍啦，哈，蘆筍還是蜂頭啦，哈，蜂頭蘆筍，好，莫是個玉米鬚啦，哈，哦，爆縮嘅，講老記大概啲擺度嘅一絲嘅，哈，老記拿來煮水食，一都可以啲擺度係要。係，咧做乜天然利尿劑？我建議講，正經貴鹹水當乾枯嘅下，是了天然利尿劑比其他還好。我做得咧問下，你都係天然利尿劑算起來是當好嘛？哈，假使應講到啲下東西行是咖啡，做得是咖啡嘛，無咖啡。咖啡做得，不過咖啡有的人講吼，其實吼對個傷心，因為咖啡有的人是倒下去吼，係會凝腫。有的人會，有的人唔會吼，所以咖啡咪做得利尿劑。不過該毒曬體脂冇強用，體脂冇強用，還係是 Andy 頭先講到嘅呢個蜂頭、蘆筍，按個 Andy 嘅爆縮絲，好呢3種係最好嘅。等於咖啡是安樣啦哈，咖啡有等於講淺烘焙，還有深烘焙。等於僅僅而是咖啡哈，其實有等於是講你莫配合物誒，哈，莫配合物嘅咖啡底本就有咖啡綠原酸，其實是對安尼咁樣講，對安血就代謝還有幫助。等於配調了解下咖啡，其實莫停有好處。好，安樣很好，所以你陣間自家頭先上到嘅問題啊，安樣來提供俾鄉親朋友啦，哈，你下要先也填法落嚟，可以先來打來接下填法啫。巴黎徐小姐，主持人好，營養師好，我想請問您哈，我有去照那個電腦斷層啊，哈，那個松果體鈣化，那請問吃些什麼東西會延緩惡化？啊，那麻煩你說話也好不好？謝謝。好，來詢問哈，你了解巴黎徐小姐，你強用法語來撈佢講，咧松果體嘅問題，佢講會鈣化。如果有這個情形的話哈，我建議您哈，因為這個可能你多吃一些就類似紫色系的蔬菜水果會比較有幫助哈，比如講 Q 啦、茄子啦，茄子，那紅高麗菜，哈。然後就是紫高麗菜，或者是紫的地瓜，你可能吃一些紫的東西，但是不要那麼多，就一天吃一次有紫色的東西，可能對你還是有幫助的。因為只要跟那個有關係，跟腦部有關係的東西，其實紫色對腦部的
那些通透性都是有帮助的。所以，讲到一個假使有安樣問題嘅，也真好嘅朋友做得是一個調菜式咧，一個講到青菜也好啦，講番薯也好啦，吼，也都安樣是做得有幫助。係冇錯。好，啲夫婦安樣嚟大家嚟講啊，頭先講到有了個大豆異黃酮啊，韓國有了個月見草啦，韓國有安到了個地白度嘅興奮啊，檢驗期嘅時節啦，吼，你講你荷爾蒙嘅東西唔是調到，錯冇吼，想把它是調過到電到嘅重新，頭先講到嘅個反效果，你講有了天然嘅食物地白度啊，或者雌激素嘅東西，還有內豆，頭先講到嘅都女用地白度啦，吼，還有內豆還做得落去。好，其實哈，天然的食物地本雌激素哈，其實有好東西是講該山藥啦，哈，地本沒有雌激素，不過該沒特別注意的哈。啊，剛剛起哈，其實除了兩以外哈，就等於講豆帶補充該的維他命麼哈，那咁麼補充維他命係就太好門哈。總的青菜補該維他命，上次補豆莫停係好處。係，好，所以就嚟到安樣嘅部分嚟老大家嚟講啦，吼，啲維他命莫停就係補豆啊，吼，一講到維他命真係係當多種，像一啲衝頭會談到已講啊，呢個維他命 E， 吼 A B C D 嘅 E 啊，應講一啲為來補充啊，已講咗點講啊，吼，呢個皮膚會降啦，韓國嘛個對呢個 Andy 嘅呢個阿茲海默症，呢都從因為有功效嚇。阿茲海默症哈，動多東西有幫助，其實講抗氧化哈。其實阿茲海默症哈，體好東西佢發覺係個咩咖啡咪當好啦。哦，咖啡咪當好。咖啡哈，喺台灣講嘅藍色嘅東西哈，藍色咧，是講 Q 色嘅啦，像吊菜啦、藍莓啦，你係個咩蒜子啊、桑葚啊都有。宋兒子。宋子係，好，呢啲東西其實對個阿茲海默症有幫助。所以是講一個紫色嘅吊菜色嘅，呢啲就全部做得。啊，個維他命 E 哈，其實我冇買展現是講哈，就等於你講，我當然是隻維他命哈。因為維他命 E 呢種東西哈，你要動到因抗發老特別冇強咯哈。你天然食物中種嘅維他命 E 是冇問題，如果你做肉酰好，貴啊發酵做誒，你要發酵啊維他命 E 到天然維他命，其實係兩種冇強咯顯。係，顛倒你要當到研究是講，安尼是該發酵做嘅維他命，我本應講伊是一張嚟嘅維他命，是下去哈顛倒性廠片走出來，哈。一定問題佢要做出來，因為發酵東西是倒下去，電導不按你身體強度卡，干埋自由基，電導一定問題，電導對人身體係唔好嘅效果。即係笨蛋按你身體來講，可能佢就是當偏科吼，當你是按用經運作，假使你一下吼，可能你自家身體嘅狀況吼，唔對用半天一種東西加到強度嘅時間。想辦下機會知道，有出乜嘅狀況哦，可能就會用身體地白度咧都會東西個細胞咧都會上大下。慢慢講咧，本來你講嘅維他命 E 哈是天然的維他命 E， 對人有抗氧化作用。既然你無性一定垃圾東西清強，電到人哋嚟做嘅肉嚟啲維他命 E 下去哈，佢就發覺講冇法度讓你無性嚟嘅啲垃圾東西清出來，冇法度清出來，電到不按無性垃圾東西很難多。是講吼，你發酵東西是對人身體下去，電到對人身體有害處、冇好處。好，比如講，安尼維他命 E 是盡量莫講吼，是個一隻肉酰來。哦，因為肉酰地本，你慢慢講呢，維他命 E 哈，佢有阿法、貝塔幹嘛，動到顯。好，不過你係你講發酵做出來嗰個顯吼，嗱，按天然的顯冇強顯。哦，按樣顯可能同小朋友咧，還是會問講，既然你講天然嘅吼，一發酵嘅佢嘅係冇強顯嘅，吼冇強顯是冇辦法幫人哋嘅身體來吸收，吼，一個身體地白度卡到地白度咧。卡到地白，唔單講冇法度吸收，電到對人身體很難唔好。係應該係應該咪嘅應該奇怪維他命 E 當然顯到電到性產品很難厲害，是因為佢用發酵嘅東西。天然是唔係，你比如講該貝塔胡蘿蔔素，佢就講啊是貝塔胡蘿蔔素做啲講預防該買血癌，電到你是該肉嘅下去吼，血癌很難厲害。所以想辦法電到冇是咧，唔係天然嘅東西哈。哦，你按你講維他命 E 來講，而且你20幾度卡度好，韓國假使對咧一啲食材地白度來食嘅時間。
差不多1碗，也系2碗，也系3寸，哎呀，用班是直接其实哈，维他命 E 提到的东西，因是糙米，糙米是维他命 E 哈，就天然的，不是烧。糙米底本含有硒，两项都是抗氧化。但你3寸是糙米派，哈，莫是个都白米哈，莫是个面包哈。提好，安尼维他命 E 是不是烧哩哈？提好，安是都小麦胚芽粉，好，了都没有维他命 E， 好，还有都是讲哈，安尼平时该是个坚果类，该没有维他命 E， 好，饭蔬底本没有维他命 E， 好，所以安尼等是按这醋的东西哈，底本就天然维他命在多，莫是该调怎么讲加工的东西，其实。你啊吃东西然后特别安尼太该还吃东西穷了，其实莫买就平。所以是讲到天然的时候嚟讲底下时间就嘛该炒，安尼是是嘛该炒，也都用来做自己蛋好。尽量莫加工，是讲比如讲太该还是糙米粉，莫加为讲是白米，太是饭蔬，安尼莫加为讲，安是个买薯条，是安样道理。好，你讲到了位讲乡亲朋友应该是对了解食的部分安尼用班来是内底嘅了解运用成分度内底嘅食材啲摆度。其實我家都有了解啦，吼，一啲飼料內度，一啲就會清楚咁做的，來調配佢用法來去食。講到了吼，韓國有當到嘅了解營養素，比如講了解膠原蛋白，吼，一啲還看到了解膠原蛋白啦，頭先講到維他命 E。維他命 E 就係講幫皮膚係冷啲嘅，膠原蛋白其實咪算係吼。有乜解釋哈？先講膠原蛋白哈，你係講皮膚有冇哈？皮膚下頭上其實皮膚有冇感覺就按 Q 彈哈，是底本就有彈性，有彈性是底本就膠原蛋白哈。膠原蛋白好了東西是卵白質來成分哈，到來的東西下到呢，比如講哈，你豬皮底本都哈，還有上是魚皮底本沒有哈，還上是是鈣腳嘅底本哈，還有鈣筋啊，豬腳筋底本沒有膠原蛋白哈，這種東西是不你皮膚感覺還有彈性哈，那。該維他命 E 就買好過呢，維他命是講吼，該細胞我們等於好多維他命 E 下去吼，該細胞是下水，我們講吼，像豬皮咁樣，係，呢個牛嘅皮硬吼，係因為佢啲皮吼含冇維他命 E，係人嘅皮吼等很嫩的，很嫩皮是維他命 E 下到，皮膚是很嫩吼，是按樣道理。含膠原蛋白是講吼，人吼隨時倒下去吼，由於上次成日跳下去，膠原蛋白是不流失吼。就頭先 NT 到嘅吼，了解也下醋到嘅安樣吼。好，你講到了未吼？你睇舊年了解輪拍來講啦，韓國要內到嘅吼，了解相關嘅營養素，家下陣個來講本睇家啲先到了未來了好。好啦，以後啲朋友結婚過後，轉到福氣來嚟節目嘅現場咯，見比係8月號康健來報道嘅單元咯，來同大家講下來關心到嘅是係講到啲身體嘅滋養對了解中年過後營養素來補充將會講到想要要補充到了解營養素又唔會傷害到身體。那講鄉親朋友唔好卡要了解當到嘅康健食品唔知道講。食唔對營養素食，也係講知道有乜嘅樣嘅問題，想我來問幫我做下，是嚟利用時間打電話到現場來。好，我想你下實實嘅嘅，你頭先來提到嘅是係膠原卵白膠原蛋白，其實係冇好念啦嗬。你頭先咧講到嘅膠原卵白含個維他命 E 嗬，你兩種其實全部是對，你講算係都你講抗氧化，維他命 E 係抗氧化嘛。又係膠原蛋白來講嗬，你頭先係猛先講嘅，你行咗技術來聊大家來講。好，什麼因學嚟講嗬，其實膠原蛋白動作好來補充哦。其實嗬，因講因身體就當到抗氧化東西是講，唔係講就到垃圾東西對身體唔好。比如講嗬，日頭曬下去，因為自由基是係會上皺紋嘛，哈。對半樣應該講嗬，維他命 C 啦，維他命 E 當重要，哈。維他命 E 嗬，呢種東西是到你肉嘅地位度，
那维他命 C 是按水的地位度，按身体没就油没就水，哈，所以油没而吸，水没而吸，所以对油有帮助，是讲油的消除自由基，像维他命 E， 对水有帮助是维他命 C， 好，但按你胶原蛋白对按身体有帮助哈，是一定跟胶原蛋白、维他命 C、维他命 E 三项东西强下长又好。所以三种东西全部要有适度。我们讲蛋强是一种按照胶原蛋白，还蛋强是一种按照维他命 E， 按用是总的哈。维他命 E、C、胶原蛋白嘅三项强下是，强下来补充。天然食物咯，莫是该定剂哈，尤其胶原蛋白哈，等于是个胶原蛋白一定来配合到维他命 C， 因为胶原蛋白哈，你是不管你系啦，哈猪皮啦，嗰度胶原蛋白，都因你胃肠地位都会变一只氨基酸，氨基酸就会得调强啊，就变胶原因来胶原蛋白，好，跟因为猪的胶原蛋白，因是的是因因体地位都哈。某可能是别因的胶原蛋白，因为两项某强的东西哈，所以记得两项原则哈。哈，你胶原蛋白不去做，对，你身体都讲还有人们讲短短的哈，一天来维他命 C， 你就会讲记按从你皮肤开下哈，记得有跟口跟埋水奶，蜂膜奶，蜂膜奶，比如讲你有该钢筋嘛哈，胶原蛋白是从应该买钢筋形状，还如果你钢筋不去好哈，你蜂膜奶拉。好，该维他命 C 是从你蜂膜奶强了，好，所以你是胶原蛋白一定要配维他命 C。然后有的研究是讲，相信茄红素没有，好，所以你是胶原蛋白啊，记得水果抢菜都是对，你胶原蛋白长又好。好，所以水果抢菜哦，加是对我安迪是了解高原卵泡长又好过啦，所以你也会有讲到嘛，菌粉的了解食材来讲，你长做得有了解抗氧化嘅效果哈。好，安迪讲到你也会讲适当了解讲蛋白质、卵泡质。其实胶原蛋白买东西提到呢，你是该钙卵地不卵泡地不提到，卵泡都提到嘞哈。比如讲哈，你等每讲是其他东西有问题，但是卵泡。就你讲等于咪就一部胶原蛋白啊，因为讲实在的，人记得什么牌牌讲是头先讲到嘛猪皮啊，啦、钙皮啦，然后嘿，莫是讲皮啦，因为那种东西，三七就应该好讲究的问题，其实最好是卵泡哈，卵泡是一定好嘞哈，所以你要部分啊哈，讲到高原卵泡啊哈，我防止佢流失睇，你要同做全部我都做好，尤其按讲到，你风晒咁自己按冲扰哈。冇错，因为哈日头晒下去，该紫外线哈会导你该皮层哈，不按胶原蛋白该被走出去，好会流失掉哈。等流失下，因此还会上干嘛呢？还会上个皱纹哈，上细丝讲还会污斑，但都会其实唔好哈。所以日头莫讲哈，莫讲莫晒日头，其实您哈补充维他命 D 哈，跟日头是饮一晒，差不多10分钟到20分钟是拉。莫讲日头哈，像你按日天倒咧，莫讲哈当9头去晒。其实你是讲只有先头10点之前哈，下9头5点之后晒日头，按日头是拉嘞。哦，所以是莫那个头冻住啊，或是走出去晒日头味道而补充那个维他命 D 啦，不是按用的啦哈。功夫好，第二部分按用来讲到，嗰撒下来哈，你都是皮肤做的那种酱，用湿嘅方式来补充以外。你到了解差不多中年过后啊，吼，可能冻到阿妹啥不就会讲问题是目睭啊，哈，见来哈是看到见唔清楚，蒙蒙嘞，蒙蒙当然是有一种你讲到那个叶黄素嘞，差么，叶黄素算起来系对你目睭一定好会提一种饲养的东西哈。其实吼，特别冇叶黄素，你还讲究，其实最主要，其实你吼，因一三川吼是东西是菌熏哈是不是讲补充啦哈？该叶黄素是从因就买，应该饮就么？按上去让你东西该还有该碳粉动重要嘛哈？有碳粉它也该让你那么清楚。该叶黄素是从因碳粉重要。好，按个叶黄素的东西哈，你创的食物重点是做咧补充动作，比如讲哈，按是该国菜。因为是一般国菜哈，其实你叶黄素是哪类哈？其实当多食物地本有该好叶黄素，好，它就好是讲菜头蓉，好，菜头蓉，好，菜头蓉，客家人唱有个菜头当个一个呛的蓉有冇？好，客家人当好菜头蓉哈，那让露露哈，切碎碎哈，那来炒来食，其实没当好食，它就容易好就个炒萝卜缨啦，客家人没当好萝卜缨哈，因为哈有小口量的哈，按
染发露露下去咪当好食。哦，所以咧就講到嚇，你其實咧為咩要你講嗬，你係算係鈣質嘅補充，咁個你為咩要個菜頭肉啦，菜頭肉係頭先講到嘅，你都有菜，你其實特種嘅青菜底部都係營養素，你就做得撈啲冇清楚啦，用飯來食啦，嗬，一直講到你入網素來補充哦，就做得對你嘅天然嘅食材底部對冇做有幫助，天然其實嗬，除了講嗬，對冇做有幫助，除了在網素以外嗬，還有應講而且 Q 色嚟啦，嗬，應講花青素其實都有幫助，嗬。啊對，安尼吼，是講按不用來講吼，但對安尼冇做好吼，建議吼是安尼啦，一禮拜吼，要食得啦吼，還食到下像個葉黃素，食到個韭菜啦，食到菜頭肉啦吼。冇是食到像個藍莓、草莓了都吼 Q 些東西，啊以後你冇做自然鹼吼，啊冇青菜吼食到破破淨淨東西，冇做自然的是好。哦，所以你個你講吼調菜色咧，你都你去食機是冇問題嘅吼，對講對你個目標來講是一定好。韓國頭先講到國菜講正經嘅吼，假使係嗌來講吼，嗌就冇嘛好食，因為方法本身別都較好食的。因為兄弟嘛，特別吼安尼。因其他些食國菜吼，冇人食，係啲下當食嘅。係因為安尼種介國菜介下吼，安用配化學配，因為化學配調到下以後，佢哋被硝酸鹽嘅量下到，是視為國菜。哦，安樣，所以我就咪知道講你一個國菜奇怪嘅安好嘅啲青菜吼，大家是講我是一個國菜做得補充一個營養嘅度，唔過咧食起來吼，一個我食路啦吼，都吃到為國菜就冇上愛食咧。好，第二咪是國菜做得是橄欖菜，橄欖菜啲咪葉黃素當道，吼，啊，你是國菜是安尼啦，因國菜一天先10個來，10個，我做啲我炒到應講要到油麼樣用買？因為葉黃素本來是你吸收一定係油，吼。該吼國菜一天先10個，因為國菜啲被炒酸下多。你10個以後是還冇人炒酸，實唔會嘅，人們講感覺唔會食，嚇，就表掉油下去，安怎做得？係，冇是因啲乜是國菜是像橄欖菜啦，冇是呢個係青色嚟，尤其係色就青就深綠色嘅青菜，啲被其實葉黃素啲被成分下多。安樣去啦，所以你講你都是當你就識得我安樣是做得啦，唔是講我特別愛個另外去補充你都嘅一個抗菌食品。其實唔是，其實吼當到研究是講，其實因為吼，你青菜，因是講因為人是3碗青菜當到平時幾樣冇體去。好，因為3碗青菜當到平時冇體去咧哦，鄉親朋友，你好，你記得你要記得啦，吼是因為3碗就創1碗一點啦，吼，安樣講真緊嘅量咪唔會當到，唔過是係當你愛記得是安樣。做得咧，好，你講到你位啊，嗬，你到你中研過後，還有乜問題？頭先講到目睭啦、皮膚啦，韓國啲嘅一個代謝當多嘅問題，李師姐老師係你講到一個鈣質嘅補充咪當重要咧，哦，你一個鈣質啲可能是。有人做得補充鈣質，係就等於是有人嚇會講啊，生氣都是係冇人種會種吼，很艱苦吼。其實我感覺就好東西吼，我要經歷過來吼，本按向前朋友台下啲吼，是講按青菜啲其實鈣質當多吼，但是有人吼更加有人鹹吼，有人唔好是有人吼，一寸吼1碗青菜吼，其實鈣質是當多吼。你比如講吼，你等於一寸是8碗吼，從兩吼就到個買3圈菜吼，係你8碗吼，其實鈣質是差不多222毫克，其實你營養差不多1000毫克是鈉，哈，其實你差不多是1碗下去哈，是營養是來個鈣質哈，差不多是應該算起來有1/5咧，哈，還像個哈起源菜啲咪鈣質當多，哈，橄欖菜咪當多，含飯素然咪當多，等於營養哈是差不多按算起來，等於營養是3碗飯素然哈，按鈣質是營養的鈣質貴還是鈉咧？是唔是加補充吼？像咧吼，頭鴨有冇？頭鴨就等於講吼，頭菜首先頭鴨吼，就等於該當個就該六頭殼，好，六頭殼冇平體去，就等於洗，時間就全部拉去洗體去咧，哦，吃到嘅冇用冇效嘅。係，其實頭鴨啲咪要該六頭殼啲咪鈣質當多吼。係，咁我是六頭做得嗎？六頭咪做得，吼，六頭是小可發點鴨啲咪鈣質當多。所以我先撈佢半日浸過半日發點鴨，浸過要入發鴨就做得。因為發鴨係以後湯泡冇人倒，係冇太巧。
嘿，哦，你跳来你跳啱我強啊，你跳啱時下都唔會睇橋，你跳時都會變變睇橋，係唔會睇橋嗬。尤其講你一個中年過後台車又變較慢嘅，較慢嘅嗬，你一個變睇橋應用嘅山咯嗬。其實嗰陣嗬是到下去嗬，本來下台車下好下唔會睇橋，像你嗰陣到搶菜到時嗬，像個荷葉白菜啦嗬，冇是風吹嗬，啲咪嗰陣當到，像個風吹嗬其實除了嗰陣到嗬，佢啲咪鐵粉咪高嗬，係對呢嗬供應鏈嚟講係不嗬鐵質嗬，其實風吹當好，還有到嗬像個應講個油菜啦，小松葉油菜嗬，還有白菜啲咪貴下當到計咪嗰陣嗬，所以唔是少嗬。輕量嗬，一串嗬是差唔多1碗到2碗的搶菜嗬，其實你個錢嗬已經是至少咪1/10都1/10，一串搶，差唔多一串1碗搶菜，應該個錢差唔多1/10是些卵嗬，你講到是個錢好多的搶菜，大家記得來看。你都是個錢好多的啦嗬，應該差唔多是特種食到的，應該個錢好多的，一直11碗半嘅，其他係是2-3種。全部食到啊！按樣應該是你一個量是有辣嘅，嗬，唔是少講你一個鈣質，唔嗱喺個鈣質啊，嗬，假是補充有辣來講啊，嗬，更做得應講嘅你一個即係講台車好啦，嗬，做得更灰麼，或者講是台車當然好驚你個對一啲身體來講啊，當然是負擔唔會安排啦。先到了不要來聊下家下喺在我哋節目當中，就個技術長阿鳳來聊大家來講到。好啦，鄉親朋友，轉到嚟節目現場咯，嗬，頭先來鄉親朋友來講到嘅是呢個鈣質補充有啦來講哦，你對呢個身體嘅呢台車一定好咯，嗬，當然呢個鈣質啊，對搶菜啲味道係一定多嘅，所以你講啊，呢台車好是呢個鈣質是有啦來講，你是唔會太巧咧？係，其實當中研究是講嗬，營養唔會太巧是個鈣質當有關係，因為發覺講等鈣質是大下去嗬，你電到嗬。有含個含唔嘅嘛，含唔牽到無限度，你的代謝下好，含唔太強。所以講係，你是搶出啲嘅人們講嘅熱量下低，下大之外嗬，嗰啲咪一種凍蟲啊成分。還有一個按像個米啊道理啊是咁個講，哦，你減配一定是牛奶，因為牛奶啲咪嗰啲多，食到嗰啲是減配效果很好，嗬。所以比如講嗬，你幾項希望鄉親朋友會記清楚咧嗬。比如講嗬，山菌菜其實當然性。處處有嘛嗬，硬絲啊樣，一個纖維質來講咪當有啦。係，其實你發覺講鈣質都係搶菜嗬，其實嗬係硬講，係硬性，係下就當梅嗬。係，譬如講嗬，個鹹菜，風色嘅鹹菜，然後搶色嘅鹹菜，什麼嘛強咯？係，風鹹菜啲咪鈣質當多，尤其係炸上來個鹹菜，嗬鈣質很多，嗬。其實很硬性東西嗬鈣質得多。那風鹹菜假使其實有一種問題哦，假使我還有人講老人家嗬，佢牙齒冇安好，你都全部按硬性用嘅噻，用白煮。開始煮下軟掉，因為你做得煮到很軟呀。做得，因為嗰啲東西講嗬，你煮下去嗬，煮軟下去嗰啲唔會講，唔會流失掉，唔會流失掉，係。其實下漲掉嗬，比如講嗬，你吃完菜，客家人好些吃完菜，啲咪嗰啲咪當到嗬，橄欖菜嗬咪當到嚇，尤其老人家嗬很硬性，你是講可能老人家等講很硬性嗬，做得不是個番薯醬，番薯醬係軟性嗬，係，韓國嘅有種青江菜了對嗬，希望鄉親朋友嗬記得咧嗰啲多嘅東西嗬，一餐係1碗下去，其實唔少係。好，你係一餐1碗啦，韓國家是按硬性嘅菜，你做得牙齒唔好，你做煮下久到，煮下軟到啊嗬，你個鈣質唔會流失，還做得嗬，留你個營養食落肚咯嗬。另外咧嗬，你嘅那個旺菜。嗬，應該風菜，阿布士頭講冇事，你啊講旺菜咪阿布士頭做得是嗎？你們應該講像個風菜，你都用講，你都下冷帶嗬，上次伊講嗬，阿布士頭時來的搶菜，下冷嘅搶菜可能還會較偏熟啦，就意思講哦唔好嗬。其實你看嘅嗬像個蒙菜有冇嗬？除了講按台灣飲食以外嗬，台灣飲食
蒙。泰國人咪食，係啊，泰國人咪阿不是他們是個蒙菜，基本冇問題哈。因為是講就好像是講哈，像個蒙菜是講哈，因講打滷以後冇食，因為佢係冷。蒙菜打滷以後就講蒙菜是熱天時得吃，冷天冇食。冷天冇食。因為講打滷以後哈，NTG 是講天氣係冷，做嘅是蒙菜，其實是按原理哈。不過你等就你燒理哈，跟蒙菜就話你都叫媽是去炒，是冇人冷帶咧。哦，其實唔冇人都冇像你講咩包心拍菜芎，用包心拍來講啊，你特擺煮菜時節，你聽上用兩個薑媽落去芎下來煮，冇人冷感覺吧？其實未冇講做，唔得講阿不是都是，其實當然阿不是冇問題。不過大沙體質，呢當然是本身係寒帶因哈。其實就等於講哦。我們減下來是無形度強到水分，上次是講你但是身體強冷下去哈，電到水代謝唔出去哈，電到是個變態口。哦，所以有當到誒兩個我減肥啊，係講降態口嘅朋友記得食嘅東西啊，你留意所以講你分析過後，你發現真經係個好冷嘅東西哈。就等於好，其實好，因為你態口都當到種啦，結果態口是講真經好少下埋，哈，要降熱來哈，就等於好態口是講按配暖，按配按軟性的，像按就等於配軟性按嗰些按像棉球樣哈，叫棉花糖球啊，按原因是莫是調冷帶的東西，因為用冷帶東西強度哈，跟水走唔出去哈，電到是感覺係。態口其實唔係真嘅態口，好，所以你假使講自家係按用用吼，韓國你自家吃下咩啊？講一間用按用軟要降冷哈，按用韓國佢咪要講就講要到分量，佢係當降冷，佢上到係冷帶咧。冷帶因係，佢要當然是因為冷帶好，佢就減配減唔好，佢特色減配其實方式冇乜重要。係哦，你講基本上嚟大家嚟講到呢個，你講抗甜食品啊，嗬，所以咧對人哋身體嘅抗甜感真緊係有幫助咯，嗬。啊，放我老鄉親朋友有提到嘅些，人哋嗬食呢個天然嘅食品嗬，係一定好嘅，但是天然食品啲外度，人哋做得吸收到，做得食得到，咧都自用，人哋是唔是去食呢個抗甜食品？不過有一隻報道咧，佢實講嗬，你食抗甜食品應該是食唔好，嗬，冇有咩？自己嘅體質唔適合嘅時節上班下嘅當麻煩，會造成人哋兩個肝嘅一種負擔。我們講嗬，但抗健康食品嗬，佢一定要知是講，唔係講該特效藥嗬，唔係是下去過下平時過下冇原因嗬，因為其實係熱嘅嗬。對，人哋身體代謝一定本你肝啲白度哈，有肝臟代謝，所以健康食品哈，但唔出來下去哈，人哋對人哋哈，其實肝會受傷害哈。還有的健康食品，佢兩項食品會交互作用，哈，上次為了解醫生講個交互作用，比如講就等於是個阿司匹林。好，嗰種咧現在就有健康食品，因為阿司匹林本身係唔會咁樣講，係唔會激，還是講唔會講血栓，偏哈。太咁咪大蒜沒有效果，蒜頭，沒有效果，韓國阿司匹林，還有健康食品就大蒜，還有人講嘅紅曲沒有效果，上次紅曲有的東西，你客家mình會拿來做了解做馬雞，其實吼，風曲那多東西，做馬那東西吼，多研究，就是講等於做唔好啲，電到就頭下多，所以要成疑的，兩項東西都未見，還冇講未見，還冇講不一致是做得講吼上市，是因為驚啲啲話還有其他垃圾東西到啲位。好，所以講到按照按到嘅咧，都講到抗健食品啊，韓國咧啲東西要真緊，要當注意，要當生意啦，嗬。好啦，人哋下現場有田吧，先來家伙，但係人哋新竹嘅鍾小吉，你好。你好。係，從我來冇問嘅問題，係。小姐哈。有你的自體免疫的疾病啊，跟發芽的食物能吃嗎？好像綠豆發芽、米發芽那些發芽食品。好，所以你自體免疫係哪一種疾病？乾燥症，還有關節。我講其實吼發芽東西吼，吃一項東西總得木樹芽。其他做的是木樹芽，因為木樹芽一紅新盆吼，
对该自体免疫已经总得芹菜卵性，其他发炎冇相关。绿豆发炎、棉发炎冇相关。都冇相，跟贵还冇相关，自体免疫只有一种啦。不过基本上东西总得食，黄芪。黄芪有冇講嘅？中藥誒，中藥哦，腎氣啦，腎氣係總得食。腎氣韓國 Andy 嘅木薯芽，兩種食唔得，其他全做得，吼，有兩種食唔得，吼，即係 Andy 黃芪，即係腎氣，韓國兩木薯芽，吼，兩種食唔得，其他應該是冇乜問題。冇問題，係。好，安樣做得，好，希望啊，好，希望，好，來，樣子啊，假使鄉親朋友哈，有倆熱乎嘅蔬菜，好，上來問阿峰，樣子做得利用倆時間打天八度現沖來咯，吼，你行下上吼 ，Andy 吼，倆做阿妹啥吼，應講都當到嘅家庭全部冇窮用，每一隻家庭記得對倆講呢種天才妹嘅啦，吼，頭先講倆嘅做唔得講倆嘅講味道係食福子，倆全都去做，全部撈起家都是轉到變相。有時隻 Andy 吼，真緊，我頭先講緊煮緊燒就好咧，我按樣講咁長吼，假使講按樣兼拍生意咧吼，你下放上有15包，你一家屋按樣啊吼，一屋人按樣按到3可能5沙6沙吼，你按樣辦落去，這落記得了解，講一寸啊幾多了。其實吼，當咱這人，我係感覺提好方式是，該純粹吼，讓動下去吼，做個寒菜，唔講緊嫩，因為吼嗆出來東西吼，等你純粹下去，你嗆出來做得個咩都是都做變做得，因為嗆出來經驗嘛，熱量下大，你是下都冇問題。咁個有到吼，上次就煮到。啦，吼，冇生肉啦，豬腳啦，嘿，但係吼，你做成冷凍吼，擺6禮拜長來煮來食，吼，冇時就到個甜粉接下多東西吼，甜粉下多誒，比如講呢嘅豬麵啊、炒米粉啊，那多東西是冇冇你一穿到撈幾時？嘿，然後東西是冇買窮用吼。嘿，該條東西做得會變成，最主要是講吼，像安尼嗆出來吼，嫩，你是降解就冇問題哩嘛。嗆出來嫩下去，第二本來就硝酸鹽，你是嫩下去，個硝酸鹽熱到，就研究是講吼，個硝酸鹽調到下去吼，本來蠻多，緊嫩下去，熱，對到對身體唔好。所以你要常特別注意到。所以你嗆出來，按到你穿煮，你穿食體，按樣一點。好，個你還有甜法，你不用挑嘅，秦先生你好。你好。你好，你有冇問題？陳小姐你好哈。嘿，你好。應該是講卜卦哈，落山卜卦哈，兩行有乜個差別冇？因為我卜卦我以前我是當橋來嘅。好。唔用嘅哈，本身我腳為媽媽哈，你啊個腳唔係媽咧，蝕落去哈，個痛血管痛開，本身我咪就血管咪要切到呀。我行落500公尺咯吼，當間股，你食了你10幾年來吼，唔會間股，我就話浪大啦。你解釋個三卜卦吼，三卜卦係個走頭差線，你行有話差別冇？好，其實吼，三卜卦吼，當好嘅東西吼，尤其吼，呢啲卜卦吼，就按台灣做嘅白玉苦瓜，還有三卜卦，佢特別最主要佢特別係苦瓜素吼，因為研究是講，該苦瓜素食到下去吼，做得好改善代謝症候群，因下唔會太口，血球下唔會偏移來吼，其實吼，因東西有冇浪帶是講吼，上食係咪浪帶？其實最主要是特別草酸下多。草酸下過嘅東西哈，其實是會下浪帶哈。等於小李是講哈，你做啲三卜卦哈，拿來哈洗澡來泡茶，其實還是唔會浪帶。等於哈，我感覺是苦瓜湯咪當好哈。等於苦瓜湯啲本哈，你做啲撈埋啲嘛，你做啲撈薑媽，你撈薑媽下去哈，其實是做啲還唔會浪帶，對人身體有幫助哈。做啲其實等薑。卜卦當好是降於浪帶問題，所以講等於浪帶因卜卦是主，我創講嘛吼，卜卦主湯，撈到薑嘛，吼本浪帶因是，但吼因為因佛下台因吼是卜卦吼，那咧吼切一塊塊吼做沙西米咧上去上色，你哋就等於應該買白玉苦瓜吼，其實吼上色其實對身體咪當好，安樣去吼。我以前都係煮湯，煮個泡水啦。哦，做得啦，唔過泡水上色咪鹹啦吼，點時候。上一個血條。啊，做得啦。當一些呀。其實吼，等於吼，鄉親朋友等於糖尿病因吼，當一是苦瓜吼，糖尿病冇得改善動作，因為動作研究是講吼，糖尿病是苦瓜吼，上
时做不是西装工吼，有种研究系睇起有糖尿病嘛，是去哇吼，然后热烧，好，去得对安尼干嘛胰脏就蹦出。胰脏血管咪当中。好，排泄安尼时间到了咯吼，安尼是有问题，留拨安尼的工作人员，希望大家。